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宣布讲，未来会开放外国的商务人士甲外国学生入境，不过中国学生是无包含在内。高雄市长补选的问题，但期迈确定要辞官参选，也若萧美琴也派人去做驻美国代表。北韩甲南北韩沟通的办公室崩掉，南韩统一部的部长也辞官退职。讲到外国的商务人士甲外国学生要入境的问题，目前是变做带条件开放入境。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宣布讲，头一批会先开放短期的商务人士入境，而且是带条件申请缩短居家检疫工作，也是爱对疫情较稳定的国家才会当申请。这个制度对6月2日就会当开始施行啊。国内阁出现零确诊，而且已经连续66天无新增加武汉肺炎本土确诊个案。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6月2日起开放短期商务人士入境，不过必须同时符合4个条件，包含申请者必须是指挥中心宣布应入境的人士，申请来台湾的天数在3个月以下，入来台湾了后做商务活动，出发地是公告的低感染风险，也是中低感染风险国家也是地区，而且登记前14天无其他国家地区旅游史。就他进来前3天的一个 PCR 检验的证明是那个阴性的。那来台的时候，他要有他的一个行程表，那有一个防疫的计划书，那由邀请的单位要来提出来。另外，指挥中心也放松特殊检疫天数，若是来台湾的人出发地是 A 级。低感染风险国家地区，亲像纽西兰、澳洲、澳门、秘鲁、斐济、文莱、越南、香港、泰国、蒙古、不丹这11个，入境了后第5天应自费检查，若是阴性就应该做自主健康管理。若是来自 B 级、中低感染风险国家地区，亲像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4个国家，入境了后第7天应自费检查，若是阴性就应自主健康管理。而指挥中心会每2礼拜来做检讨。指挥中心真会决定也开放新加坡，最主要它的个案90%几以上，都是移工，那他们都有做集中的一个管理，所以基本上跟他们的社区的影响相对的少。而指挥中心也正式公告，境外确诊的人登来台湾2个条件，包含发病日到登记日超过2个月，而且症状有缓解，也是发病超过10天，而且摕到2摆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将登来台湾。那违反规定，相当应罚15万。就说以前我们自己宣导为主啦，那未来当然是说我们这边大概是依法来处理啊。另外，经过参考国际说法，而且问过专家了后，指挥中心也决议，即阵确诊者解除隔离条件，会对即阵的连续3摆采检阴性，改做连续2摆就应解除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日伫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宣布讲，会优先开放疫情低风险的国家，包括纽西兰、香港、澳门，拢总有11个国家甲地区的境外学生会当入境。也若讲是要上较大省内，就是毕业学生优先。不过中国学生无伫咧头一批名单内面。为了兼顾防疫甲受教权，教育部正式宣布境外生登来台湾3个原则：以低风险国家地区优先，甲应届毕业生，还佫有住伫咧学校外口防疫旅馆的学生为优先，而且住伫咧越南、香港、澳门、泰国、秘鲁、澳洲、纽西兰、文莱、斐济、蒙古甲不丹这11个国家地区，拢总2238个应届毕业境外生，即马开始只要大学提出申请，经过教育部审核通过，就会当入境来台湾。相对于旧生或新生而言，应届毕业生应该是更优先回来把他的课业告个段落。学校爱送入境名单，甲检疫场所确认，境外生入境了后，爱到机场的柜台报到，坐学校的专车或者是防疫客停车，再去防疫旅馆做14天的检疫，费用爱家己负担。不过每一个人逐工拢会发台票1000块的防疫补偿金。如果能用钱解决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能回来。那当然，钱方面也希望能够省一省。可能就尽快吧，就20几号就订个机票回来，因为我还要回去收东西。大部分的香港学生拢认为这是好消息，总算会当回来台湾。不过中国学生因为北京的疫情烦苦，恐惊会真做空胖，所以排除在外。有中国学生感觉真无奈嘛，真生气。我是在广东嘛，那广东6月份以来就是都是完全没有本土病例，就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好些省份都是这样。靠除头一波会当入境的应届毕业境外生，
其他23000外的境外生，尤其是其中有7600个中国学生，后手要安怎安排？潘文忠表示，会按指挥中心的定期评估甲公告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北京的疫情又搁再压起来咯，北京在今仔日又搁增加31个本土病例，怀疑病例有3个，无症状感染者有6个。北京也将防疫提升到第2级，对17开始中小学的学生拢停止去学校上课，所有社区也拢实行封闭式管理。北京武汉肺炎的疫情搁反扩，北京市政府17召开疫情防控记者会，宣布北京16新增加31个确诊，目前已经连续4天，每天增加10个以上的病例。北京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1例，疑似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北京从11开始发现一个本土确诊，隔顿间搁增加6例，13、14拢直头增加36例，15、27例，也若16是31例，拢总已经137例。目前北京16个区疫情已经拓到9个区，也搁有河北、辽宁、四川、甲浙江等等4个省。目前北京官方16已经宣布封控的级别为3级调升到2级。北京所有的中小学甲幼稚园17开始拢暂停去学校上课。截止到现在，今天全市中小幼各个学段已经全部实现进校，学生居家在线学习，都已经在物理上把每一个孩子安全地隔离在家。北京所有的社区全面做封闭式的管理，严格管控出入北京、甲境外入境的人，拢要全部集中做核酸检测。北京中高风险的街仔路、甲新发地市场相关的人员是禁止离开北京。北京市民非必要嘛袂当离境。若是一定要离开北京，都要有核酸检测的证明。我在整个小区里边走了一圈，发现呢，大家情绪还是都比较稳定的，也能够理解这次封闭小区的措施。另外，在物资保障方面呢，便民商店里边的物资还是比较齐全。北京目前统计确诊是137个人，其中106个人伫咧北京地大病院。院方强调讲，逐工收治的人数增加了真紧，后一步已经准备好扩展到400个病床。我们所在的一个病区呢，收治都是确诊病人。现在病人多半都属于轻型和普通型，然后病人现在这个精神和这个心理都在这个恢复期间，然后整体上面都趋于平静。北京2大机场为着配合防疫，嘛大规模取消航班，目前已经超过7成。也若铁路部门配合防疫，17开始替旅客办理退票。中国防疫专家认为讲，北京目前也未出现家庭群组感染、甲病院交叉的感染。疫情还搁伫咧早期的阶段，也若防控的管理要是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因为总统叶南得知16透过电视向全国宣布讲，伊家己以及着伊的家后拢染着武汉肺炎，目前等咧治疗。目前洪都拉斯的确诊人数超过9500例，因为总统表示家己会伫病院内面做线顶办公。咱外交部要转达蔡总统甲外交部长的关怀，要关防疫物资予洪都拉斯协助因渡过难关。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正式予民进党定调，派去参选高雄市长的补选。陈其迈伊本人表示讲，高雄是伊专心经营的所在，真要登去高雄拍拼，伊也已经清晰啊。民进党主席也就是总统蔡英文，伊也表示讲，派出上好的勇将，爱予高雄人看到伊的改变，伊会真心建设高雄。我已经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工作，并且接受民主进步党的征召，准备投入这一次的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定调陈其迈加入高雄市长的补选，陈其迈嘛甲副院长的职务辞掉，无要带职务参选，嘛强调讲高雄是伊的拼全力去做的所在，希望高雄更较好。即嘛要转来高雄拍拼。跌倒了，爬起来；爬不起来，用爬的也要达到目的。高雄对我来讲是一生悬命的地方，高雄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故乡。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是表示，定调陈其迈会使讲是真确定的。2018年选举失败，无论是对陈其迈，或者是伊，拢是真大的冲击。陈其迈担任副院长，嘛去互讲，内阁是败选者联名。不过，相信这段时间的表现，大家拢看会到。伊嘛交代陈其迈2个重要的任务，爱互高雄人看到民进党的改变，真心建设高雄，爱用上紧的速度，互市政好好运作。高雄人曾经给我们教训，现在高雄人也给民进党补考的机会。
我们既然派出了最强的战将，就一定要赢。不只是民进党要赢，高雄的建设也要赢，高雄的发展更要赢。民进党全力备战高雄的补选，党部嘛已经准备好势，启动复选，也若单期卖时节是达到正式生效。另外，伫咧防疫工作表现真好的经济部长沈荣津，可能会接副院长的课。现任的经济部处长是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的家后王美花，会接替经济部长。按算拜五会发布新的人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补选的部分，也在8月15日举行。民进党派出单机麦，国民党在今仔日伫中常会通过高雄市长补选的征调办法，会由高雄的地方人士提供推荐名单，由党中央直接征调。会广听高雄地方的意见，让他们推选出来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候选人。我们下礼拜的中常会就要移到高雄。就要把那个征选出来的人选介绍给大家，这个都有知名度的，不是素人啊。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良表示，人选会找高雄在地而且是出名的人，而且是国民党籍的为主。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讲，相信党内有智慧的选择，也会斗相共互选。总统府也宣布讲，由现任的国安会资深委员萧美琴出任驻美国代表，也叫做是有史以来头一位女性的驻美国代表。总统府也表示讲，这项人事案真紧得到美国的同意，美国在台协会也表示祝贺。国际上很多朋友也关心，也想要了解台湾的一些防疫经验哦。2月份想要连任发言立委失败，萧美琴迄当阵陪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访问美国，参加华府国家祈祷早顿会重要活动，就传出讲是为了要接外交工课先来春轮。落尾萧美琴4月份先去互请来做国安会资深委员，16总统府正式宣布萧美琴出任驻美代表。他的提名呢，美国政府也迅速的予以同意。所以总统呢也特别期勉萧代表未来要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面来持续深化台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这项人事案嘛是得到美方同意。萧美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的硕士，捌担任过4届立委，伫咧外交国防委员会拍拼真久，嘛捌担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嘛伫咧民进党驻美办公室做过工课，外交的经验是真丰富。因为台美关系是即马目前外交工课的重点，萧美琴来接驻美代表，嘛强化台美两国的合作，是现蔡政府第2任期的目标。这个出席川菜会甲访问华府。我跟他以前工作上有接触，我觉得条件都不错。他除了语文之外，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跟这个总统这个之间的这个管道非常的畅通他也很了解总统的这个立场嘛。萧美琴的表现得到朝野多数的肯定，捌担任过驻美代表甲外交部长的听见人表示，过去非外交官出身的驻美代表，像讲高教授甲金溥聪，政治色彩是较高，希望萧美琴会当找到平衡。不过针对头一届有女性的驻美代表，是予伊肯定。美国众议员约霍 AIT 前主席普瑞特。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施瑞豪是表示真欢迎，认为萧美琴是真适合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瑞士桑洛管理学院公布2020年世界竞争力日报，台湾排伫咧全世界是排第11名，平去年进步5名，而且也赢过中国、韩国、日本，只是排伫咧新加坡、香港的后壁。伫咧亚太地区，咱台湾是排第3名。IMD 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公布，新加坡也是第1名，香港是拄去年第2名，降到第5名。排名第10的美国是连续2年降低排名，今年台湾排第11，若甲去年比起来提悬5名，嘛是亚太国家当中的第3名。3年以来排名头一届超过中国，嘛赢过韩国甲日本。国际贸易还是表现非常好，台湾因为透过这个生产能量的移转，那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现象。前5个月基本上平均，如果把它平均起来，还是在正的成长。其他国家4月份、5月份甚至于还衰退到2位数，包括韩国等等一些情况。也许这个明年的排名，也许还有机会
在网上也不一定。毋过，真足来看 IMD 四大评比项目当中，会当发现，其中政府效能排名第9，创2017年以来上好的纪录，前日去全球的前10名。另外，企业效能甲基础建设嘛拢比去年进步。毋过，伫咧经济表现评比的排名煞出现退步，拄去年的第15名落到第17名。主要原因是台湾的失业率比其他国家较悬，佮加上办公室租金起、地区生活成本有关。温外冷嘛哈，因为国际的经济其实是不好的，包括2019、2020年，但消费市场赶快把它弄上来，我想对于普罗大众、对于这个中小企业、对于摊商、对于一般人的生活，应该会比较好一点。IMD 指出，今年美国甲中国的排名拢降低，主要是受到美中贸疫战的影响。另外，今年疫情发生了后，全球的经济嘛出现真大的衰退。布里格国发会主委金平欣表示，台湾的防疫真成功，经济冲击上势。毋过最近中国佮发生第2波疫情，敢是加减会去冲击到影响下半年台湾的经济表现，也是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气象局针对全台湾9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花莲的富原在今中昼又佫出现高温，来到38度半。伫咧台北市的高温也出现37度6，也是今年上届高温的纪录。台北市中昼的时日头真炎，空气嘛上复活，路年的人拢摕雨伞出来遮，也是挂乌人的目镜。若无就是闪去顶啊卡比日头。因为最近台北市的温度称真悬，真正足热的，超过16迄天的36.7度的高温，17上高温是超过37度。这个风是焚风的感觉，超过半个小时，我看都是会头晕晕的。中央气象局公布，全台湾上高温地区伫咧花莲县富原，中昼12点半上高温38.5度，已经连续4天超过38度。台北市上高温时间点伫咧下晡2点22分，是37.6度，是今年台北7站上高温。太平洋高压势力其实还会持续偏强一段时间哦，还有这些热岛的一个效应的综合的条件之下，都有机会出现大概37、38度的一个高温哦。高温警戒区除了花莲、台北地区，另外台东县唱国、新北市盆地、基隆市地区、高屏宜兰县等等全台湾9个县市拢列做黄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这嘛致使全台湾出现潮沙、热衰竭等等热伤害症状的人增加真侪。敢若16公一天，都有16人去医生看。6月初1到今半个月以来，累计是266个人。因为热伤害去医生看，甲去年同期比起来，人数可能会阁创新高。有的病人会有症状，但有的病人是完全没有症状。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先是头晕、恶心、想吐或全身无力，之后呢，很快可能就晕倒了。只要有一点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赶快休息，赶快喝水。气象专家形容，因为地球暖化现象，和地球温度真悬无要提是警讯。根据统计，今年5月份地球的体温甲当期平均温度比起来是悬要0.95度，是141年以来上热的5月份。毋过，生态建筑系团队针对都市热岛现象，收集全台湾5大都市的温度甲湿度的资料，建立一套都市环境气候地图，互下车热区看了就知。未来希望会当用伫咧观光旅游、劳工安全。通好，互地方政府伫咧都市规划、热地设计时阵来做参考的指标，进一步替城市来降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年啊24年已经经过了，咱台湾总算会当脱离口蹄疫的疫区啊。农委会在今仔日阁放炮庆祝。虽然讲台湾的猪肉成本有较悬，农委会也是认为讲新加坡、香港、澳门市场可能会真爱咱台湾的猪肉。农委会伫大门口放炮，庆祝台湾总算拍败口蹄疫。这个时刻，农民甲台湾人是5望24年。我今天精神有一点恍惚了哈，因为昨天从8点多以后哈，那个手机的那个声音就一直央了我整个晚上都睡不好，花了4年的时间，把口蹄疫从开始规划拔针。来到完成整4年的时间。所谓的拔针就是2018年7月1号开始就已经没有施打整个口蹄疫的疫苗了，所以现在所有的猪只都是健康的，达成这一个24年以来的不可能的这个任务。那我想昨天晚上应该不是只有防护主委睡不着觉，应该很多台湾农民应该也睡不着觉。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除名，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回顾1997年3月19，台湾地确诊爆发口蹄疫，青的猪肉停止出口。
虽然伫2003年，台湾已经有2年无再爆发案例，但是2009年的全民备战失败，到2016年搁在中溪破灭的作战，直到经过4年的打拼。台湾澎湖马祖地区总算伫2020年6月10日暗时，得到 OIE 会员投票通过，认定是考第一个会役区。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对出口非常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的猪肉跟美猪、跟加拿大猪等是不一样的。从新加坡、香港、澳门，其实我们非常的有潜力来发展这个，包括加工的猪肉或者是生鲜的猪肉。虽然台湾的猪肉成本悬，每公斤平均的批发价伫61块到63块之间，比美国猪的平均批发价50块是贵真多。但是中国拄好拄到非洲猪只甲武汉肺炎相同的打击，农委会也是看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华人的外销市场。但是台湾也是典型的猪只疫区。农委会表示，日本甲美国的规定是比新加坡、香港、澳门嘅严格真多。伫咧脱离猪只疫区进前，台湾猪肉也是无法度销去美国甲日本，所以受到非洲猪只入侵，提调典型的猪只会是后一步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伫遐看线，咱即马来看虾啊！伫咧新竹县有一间饲虾场，日前有验出对中国来的风采病毒。县政府也随派人去甲1200多斤的虾啊，以及着21000尾的虾仔全部毁掉。毋但伫咧新竹县有灾情，伫咧新北市南投、云林、高雄、屏东地区，也有饲虾场出现灾情啊。新竹县竹北市一间饲虾场传出去挖到对中国来的10足目青菜病毒，县府赶紧去处理，甲去治着病虾销毁殆掉，拢总销毁了要1200多斤的生虾，跟2万多尾虾仔。这种病人他熬虾有出现什么状况？他看不出什么状况，他没有状况，就是说他会慢慢的死亡而已，慢慢的死亡，他的层数会比较不好，就是很低。因为我去年没有这种状况，是今年才有。家畜所表示，这款病毒是一种传染力真强的病毒，对虾仔量下致死率会当到80%以上。这道去互喂着的虾仔，原本拢是供应餐厅为主。它主要是感染在虾类，那死亡它传染性很强。那在白虾可以造成80%的致死率，所以对这个虾类的影响是非常大了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在澳洲鳌虾的这部分，其实它对它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目前也无法度判断这种病毒是对倒位来的，也是当时入来的。台湾嘛也未开放中国虾仔进口，虽然未传染予人，农委会已经开始进行国内虾仔场的疫情监测，目前正拍拼咧清查国内虾仔场的感染情形。虽然这款病毒未传染予人，但是民众嘛是爱避免采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北韩16下晡甲南北韩联络办公室规个崩掉，甚至搁在呛声讲要恢复非军事区的边界驻军。南北韩局势当日紧张，也引起日本的关注。南韩第17日表示讲，无要搁再接受北韩种种无理的行为。南韩统一部的部长认为讲，家己也是爱负责任，也宣布讲要事关退职。北韩16下晡，家己咧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炸毁，朝鲜半岛虽进入真紧张的状态，嘛引发日本的关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7表示，日本对这件代志是真关心，而且当咧收集甲分析相关的资料。虽然未当公开细节，不过强调讲会继续甲南韩也有美国密切合作。引き続いて日米韓3カ国で緊密連携をし、対応を行っていくとともに。警戒監視にも万全を期していきたい、こ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嘛伫咧17强调讲，北韩最近对总统文在寅的批评是无意义的，南韩是袂搁接受北韩无理的行为。 최근 북측의 일련의 언행은 북측에도 전혀 도움이 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이로 인해 발생하는 모든 사태의 결과는 전적으로 북측이 책임져야 할 것입니다. 특히 북측은 앞으로 기본적인 예의를 갖추기 바랍니다. 伫咧甲两韩联络办公室炸毁了后，北韩并无停止起事。17阁讲要伫咧开城工业区等非军事区的所在恢复军事活动，同时伫咧两韩的边界驻军嘛拒绝南韩派特使去协调。 금일 북측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 대변인 발표를 통해 금강산 관광지구와 개성공단을
군사 지역화한다고 밝힌 점에 대해 강한 유감을 표명한다. 남북 공동연락사무소를 폭파한 것은 북한은 자신들이 한 말은 지킨다는 것을 보여주는 동시에 그 폭발하는 그 광경, 그러한 사진으로 선전선동 효과를 극대화하기 위함이라고 봅니다. 因为南北韩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南韩统一部长金连铁认为家己应该要负相关的责任。17下晡宣布请辞落台，结束1年2个月的任期，希望会当替两韩的关系带来新的转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印度因的边境是有相接的，不过对5月以来，两边就是派军队去驻守。伫咧当地时间6月15暗时所发生冲突，两边的军队是起家动手，也害死2位印度的20位的印度官兵。这消息传到印度各地头，也开始有抗议中国的示威活动。几啊载民众手提标语，而且当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像甲中国国旗烧掉，来抗议中国边界驻军伫咧冲突当中造成印度20外官兵死亡。印度北部几啊个境外边界城市，拢出现无共规模的示威活动。其实，常常甲印度发生边界冲突的国家，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就是中国。主要原因当然嘛是要分克什米尔的边界问题。这段画面是2017年8月中，克什米尔东北部的拉达克地区。中国甲印度双方的军人发生集体冲突的状况。来看两国边界对峙的历史，包括1962、1967甲1987年，小连续发生3届大规模的边界军事冲突。其中1962年的中印战争的死伤是要甲成千个人，是上严重的一届。地点之一就伫咧克什米尔，中国甲印度的边界面顶。中国甲印度两个国家真侪年以来拢互相批评对方侵犯领土的主权，这届冲突嘛是同款。中国嘛讲，印度大规模来起公路等等的基础设施，是想要提升快速部署当兵的能力。不过双方嘛拢保证讲，会透过对话来和平解决。 Suddenly this happens and you sort of recognize the challenge that perhaps is there, continues to be there on the border. And if not handled correctly, then this can really escalate to something much graver than we had initially imagined. 互外界无遐多了解的是，双方驻军拢讲无人开枪，不过敢若弹石头甲棍仔，就会当造成印度这边20个官兵死亡。中国方面的死伤数字还佫无清楚。外电的分析指出，中国甲印度两国对1962年大战了后半世纪以来，拢继续增加军备，嘛拢加做核子武器的国家，目前嘛拢咧像印度一样区域的主导地位。看得出这种基本的利益矛盾，唔是凊彩用会谈就当化解的。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武汉肺炎疫情，伫咧美国甲拉丁美洲是愈来愈严重。美国的德州甲佛州一日的增加病例却是愈来愈多。伫咧拉丁美洲的死亡人数也超过8万人，其中巴西的确诊人数恐怕会上8万人。 随着美国各州陆续复工开放经济活动，全美50个州内底至少有22州的新冠病毒新增加患者人数创下新冠纪录。其中，佛州、德州甲亚利桑那州16个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拢超过2200人。佛州州长迪尚特认为，这是因为扩大检疫人数，才搁再创下纪录。另外，也无排除社区传染增加。 We've had community transmission the whole time in different areas. It's not like we didn't have that. I mean, you've had it in Dade, Broward, Palm Beach. 相关是疫情重灾区的拉丁美洲，尽管部分国家实施防疫做法，不过随着各国感染人数增加，整个拉丁美洲破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其中超过半数死者拢是巴西患者。巴西因为采取经济比防疫较重要政策，伫当地16新增加患者头一摆超过34000人，总计患者人数超过92万人，挖近100万人。这也互环美卫生组织警告，拉丁美洲可能会在6月甲7月出现病毒感染高峰期，呼吁各国继续实施防疫做法。 已经24天无新病例，纽西兰16出现2位新确诊病人，是一对境外英国入境的纽西兰姊妹，因对英国回乡探望破病的父母，基于人道同情因素，因无接受病毒检验，就提前解除隔离，后来被验出确诊。而伫咧确诊进前，因已经前后甲300多人有接触过，这互纽西兰总理阿尔登真生气，强调袂允许任何人破坏所有国民的防疫成果。 I am appointing the Assistant Chief of Defence, Air Commodore Digby Webb, to oversee all quarantine and managed isolation facilities, including the processes around the exi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in these facilities. 记者综合报道。
咱国内汉光36号演习按算后个月16日会伫台中清水甲南海部演习，在今仔日进行头一摆的飞弹预备演练。另外，伫屏东的九平基地透早也进行飞弹试射，不过中科院唔愿讲白，敢是伫咧试射新型的飞弹。战机还阁有民众发响的声，是有一个过去。直升机训练了真好，列队咧飞行。按算后个月16要举行的汉光36号演习，今仔日早起，伫咧台中清水第一届实兵实弹升试演，以战场模拟真正的状况来测验中部三军部队联合反登陆的能力。除了实兵实弹的试演，展现国军的战力。17透早6点50，嘛有民众伫咧屏东九平基地边啊，翕到中科院试射飞弹的画面，外界又讲可能是研发当中的新型飞弹。目前所看到的就是飞弹的尾焰，只能判断它是中程以上的防空飞弹或反舰飞弹。因为中科院11半暝嘛捌伫咧台东试射飞弹，小连续做飞弹的试射嘛引起外界的联想，这敢会甲最近中国军机真接射台湾有关系？目前台湾正进入准备那个汉光演习前的准备期，所以飞弹试射是很正常的。南海的北边，也就是靠近台湾的南边，这里就是前进的水下走廊，所以美国的军机跟中国的军机就比较常会出现在这个区域。数字分进一步表示，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中科院目前咧研发的有台版萨德之称的天宫3型，甲亲像是香山精挺型超音速反舰飞弹的烟灯射程板，等等反制型的武器。还佫有地面防空飞弹，若军事专家认为讲，这对台湾的军事自主来讲，可能会是一个要甲大国扯平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真稳定，所有真侪甲中国配偶所生的囡仔，抑阁留伫中国，却因为无台湾籍，无法度入到台湾。即寡爸母也组成自救会去到疾管署甲行政院申请。不过，咱的政府规定就是讲，要有居留证才当入来到台湾。我想和爸比妈咪在一起，我想回家，我爱台湾。对家头来讲，思念亲人甲朋友，想要回去台湾读册的心声，受到疫情的冲击，互留伫咧中国的中国配偶的囝儿，因为无台湾的户籍，无法度回来上课，学业转来暂停。但为着政府的配套措施，即个爸爸妈妈成立自救会，17下晡去疾管署求情。政府高抬贵手。正在家长请求政府手势牙关，唔通放袂记这群新台湾的囡仔，强调团住权是基本人权。中国配偶的囝儿长期放留伫中国，唔但学业出问题，嘛影响伫咧台湾的专案居留资格。其中一个中国配偶过妈妈的情绪真激动，靠讲因查囝有专案居留的身份。今年过年登去海南岛探亲，毋过伫咧2月初7坐飞机登来台湾的时阵，因为无中华民国的户籍，直接去互遣返。伊规日涂骹靠讲，希望政府会当互因查囝登来。他没有办法申请他的出生地，求求你让孩子回来吧，求求你们了，别把小孩子挡在外面，小孩子很害怕。自救会了，行向行政院递交订正书，毋过政府讲，中国配偶的囝儿必须要有居留证才会当入境。中国这些相关有关，不管是从人道或者就是说学生，好，那这个我们都需要在观察这段时间哈，这疫情的变化，然后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讨论。如果是指小民们以及团聚入配的话哈，那小民的部分大概在1000多人。但市长表示，若是有居留证，得当入境台湾。毋过自救会强调讲，真侪中国配偶的囝儿，毋是像外界所想的，无摕到台湾的国籍，是目前等待申请当中。毋过即届拄到疫情，要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可能会更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少年事件处理法伫去年有修法通过，伫咧6月19就要来施行。未来针对无到12岁囡仔，若准犯刑法，就袂进入到司法庭司，该由教育、社政、警政等行政机关来做处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在下次开庭前呢，不能再偷脚踏车，好吗？这查甫囡仔想要偷看一台脚踏车，被少年偷看车行抓到，往往被移送到少年法庭审理。不过，立法院去年3读通过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案，预计第19正式实行。对于12岁以下儿童触犯刑法全面杜罪化，免阁进入司法庭司，该由教育甲社政机关依立权法、学生辅导法处理。而儿童前科记录也拢会注销。
在未来，可能就是我们会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它是一个儿童行为的问题。那可能着重在家庭功能的一个强化跟支持那个家长，好，就是可以去完成这个部分的一个社会适应的部分。对着修法，未来警察机关接到报案，儿童出现偏差行为，必须先通知学校甲家庭处理。学校认为情节相当，会用转报社政单位协助。若是儿童原生家庭失去功能，也是监护人认定，无得负起教育责任，也应通报所属县市政府，由社政单位进行紧急安置。超过96点钟是报车加司法庭裁定安置。而即阵伫少年法庭的10名司法安置儿童，也拢交由社政机关来接手处理。而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秘书长叶大华支持用教育辅导矫正儿童偏差行为，避免儿童进入司法庭司放大标签、放大检视。不过，伊也对着资源整合问题感觉烦恼。包括他的专责人力，他要放在哪一个行政部门下，他需要多少人力配置，需要多少资源，才能够在社区里面布建这样的少年或儿童的保护网。这个是比去定义他哪些犯罪行为或者偏差行为会更重要。即阵全国少年法庭调查审理执行的儿童事件有220人，这案件拢要在19全部结案，回归行政体系辅导，依照类型分别裁定未送审理、未送保护处分，也是终止执行。而儿童犯罪这个名词也行入历史。记者综合报道。钓鱼台主权争议是继续炭烧，在今下晡，着民间团体去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日本石垣市甲钓鱼台改名。不过，石垣市长伫网络表示，改名无关系到领土权，只是加速地方的自治效率。针对着宜兰甲钓鱼台改做头城钓鱼台，伊个人认为是国主内政，也未抗议。钓鱼台就是钓鱼台。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带领拿天行动联盟几个团体，举控一个旗啊，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外口抗议，因为日本石垣市议会会伫咧22表决钓鱼台改名的案件。华人保钓联盟批评讲，1972年美国甲琉球群岛甲钓鱼台历史的管辖权交予日本，日本想要占领钓鱼台已经有49年。不要挑起中日之间的仇恨。此时此刻，在全世界都陷入混乱的时候，你们去改钓鱼台的名字，这什么意思呢？你们是蓄意挑起战祸吗？石原市长有说，他认为说这是为了反制中国才做的改名，这样。啊，他这个是对台湾说的吧？对。啊，那他为什么不去跟大陆说？抗议，你抗议大陆，你去跟大陆抗议，你不要跟台湾讲，你这个是收头壳的是吧？警方野牌的警告，落尾保钓团体甲抗议书交予日本交流协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16有4架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海域，这已经是中国公务船连续64天侵入的行为。石原市长中山义良伫咧 Twitter 回回讲，日本改名是为了提升地方自治的效率。也若针对宜兰县通过改名头城钓鱼台，因认为讲这是个人的内政，并未去抗议。最后，各搭台湾甲日本的国旗，表达友善。学者分析，石原市按算伫咧10月初1正式改名，即天拄好是中国国庆日，会当看出日本改名甲中国反制的气味是真高。到年底有可能习近平要到日本访问，特别是中国也在寻找一些怎么跟日本叫价的一些谈判的筹码，他有他的一个步调在进行。针对钓鱼台的问题小媒体，外交部强调讲，台湾对钓鱼台历史的主权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呼吁日本爱谨慎来处理以外，嘛呼吁各方爱避免会互感觉紧张的行为。若是真正安尼，台湾会采取必要的作为，保卫台湾的主权甲渔民的权益，嘛避免第三方趁机会弄空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对世界烤第1的疫区除名，一寡饲猪的业者也真欢喜。本地烤第1也未爆发进前，猪肉1公斤会当卖到80几块，却因为烤第1的问题继续刷大波。一寡饲猪的业者也真感谢政府小停，希望早一日会当转到英国好光景。迄天发布课题以后，整个人生是真的是掉到地狱里面去。想到20几年前烤第1重创全台的情况，饲猪的人心肝意愿感觉真痛。疫情爆发了后，猪肉价对1斤80几块，落到剩几块银。为着猪这猪抬掉了后，无为着猪，相关嘛是爱家饲好大只，唔甘互伊咬死。就算饲无够成本，嘛是爱继续饲。反正腰做艰苦，我嘛猪仔嘛是今日腰嘛是用落去啊，这个算这是赔的更多。
也因为靠地药，台湾政府甲农民一直改善饲猪的技术甲环境，来到低调，无啥物猪屎味，猪仔大家也拢真清气。饲猪的人要入去内底，也拢会穿着防护衫，鞋仔嘛拢爱浸消毒水。上行最近非洲猪瘟伊搁入来台湾，大家拢真细腻。而即阵饲猪的人上仰望的就是外销的市场，不过这方面困难甲挑战袂少。美国跟加拿大，甚至巴西，他们的猪肉生产成本，因为他们是谷物的产地，所以他们的猪肉生产成本都比我们便宜很多很多。那我们未来面对的，除了疾病的保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他们的低价竞争。台湾20几年前被归做口蹄疫地区，即阵虽然度假嘛，猪肉也用外销啊，不过每一步行啊更加细腻，希望使重回较早外销的好景，好好食台湾猪肉也用受到外国人的喜爱。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安部6月初宣布停止发行时阵，强调采访中心的外勤记者会全部留落来。不过，就有记者来投诉讲，当中有4位走体育线的记者，伫停刊的当天拢放开除啊，无排除会去劳工局提出申诉。收到资遣通知的当天，我都还在上班。手里的电脑是记者拍过做工课上重要的机器，不过对联合安部停刊，这体育线记者吴小姐嘛无透露。那一天会突然消息出来，我们也很吃惊，因为报社据我所知，真的是很少人知道这个消息。自己10天后你就走人，剩下的我算预告公司给你，然后隔天你就不用倒班。我觉得这个手法非常的野蛮，也很粗糙。6月初1联合安部雄雄宣布，过长工初2开始停刊，当初是对外强调讲，采访中心的外勤记者全部留任。不过吴小姐指出，体育线包括伊在内有4个记者，伫咧宣布停刊的迄天，则临时互找入去报社，知影讲要去互租客。记者打电话去联合报，公司回应讲，联合安部停刊，体育记者的人力重新盘点了，租客并无违法，而且体育记者伫咧公司的组织内底，算是内容备待中心，毋是采访中心。不过针对公司的回应，吴小姐感觉无法度接受，嘛无排除向劳工局来申诉。他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是有合法性，就是长期亏损或业务紧缩来之前我们，那你现在民营公司还有开其他53项的职缺，那真的是叫业务紧缩吗？全都没有符合最终手段原则。由法院那边去做个案认定，调解可以先向劳工局这边来申请。新北市劳工局指出，联合部体系员工超有1500个人，联合安部停刊超有10外个人向通报资遣，若是有劳资争议，会当向劳工局申请介入调解，无法度达成共识的话者，劳方会当去申请补助来请律师打官司，交互法院来裁决。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的中寮乡有14000多人，65岁以上的时段就3200多人，是南投县老人比例上界悬的乡镇。不过在今年新历的正月半，中寮卫生所医生调离开了后，到今拢找无医生要来遮看诊。今日的诊疗室内底，医师真热心的伫问患者的状况。候诊大厅内底，阁有几个老大人等要看诊。这是南投县中寮乡的卫生所，嘛是当地民众主要看医生的所在之一。不过自从今年1月中，原本的医生离开了后，中寮卫生所就无专人伫遮看诊的医生。医师还没有补助之前，那我们还是协调邻近的卫生所前来支援他们的开设门诊开业医的部分，也支援我们部分门诊的一个时段南投县中寮乡的人口超14000多人，超过3200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但是，规个中寮乡干那5间私人诊所，所以卫生所对当地民众来讲是真重要的医疗资源。所真若无医生安尼，恁看病要安怎？真麻烦呢。那卫生所无医生是真费气，来要提我要创啥要咋提？中部除了南投县偏乡的卫生所欠医生，苗栗县、云林县嘛拢有卫生所无医生。若是都会型的大中市，嘛有6个卫生所是同款的状况，而且佫包括伫咧逢甲相关的西屯区卫生所，普遍拢是因为薪水较低，无法度请医生来遮驻任。不过中华县卫生局长叶干别说有无同的看法。对医生来讲，薪资只是其中的条件，最重要还是他身为一个医师，他医疗专业如何能够充分发挥，让这个偏向的这些民众能够健康而更好。其实只要有成就感，很多医师都愿意留在偏乡。中华县嘛有真侪偏乡的地区，不过目前干那一个卫生所暂时还未补到医生的缺。
叶干别表示，卫生所的业务真复杂，应该强化护理长的行政功能，嘛互医疗甲公共卫生会当互相结合。若是各县市嘛，拢已经向中央反映，希望会当提悬卫生所医师的薪水，互偏向的医疗袂阁有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咱关会出来货库尽量伫咧无够啊！伫咧屏东的这个工会就组成一个屏东关罢工师傅志工团，号召这会员做伙来关会帮助社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屏东关会站统计，关会人数降2成至3成。目前国内疫情有较冻点，屏东县政府劳动处甲屏东县罢工师傅志工团做伙举办关会活动，邀请民众加入助人的行列。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怎么样？除了接受政府协助以外，我们也能够回馈这个社会。所以在这一次屏东县政府特别邀集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会的部分的代表，那大家一起自掏腰包的大概都每一个工会都负担4到5万元左右，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热血劳工挺捐血的活动。职业工会会员唔那参加关会，佮家己提钱买白米、当柜水果，总共捐出500多份的民生物资，用实际关会行动表现出劳工回馈社会的精神。捐血活动是他们讲是一种介好的公益，尤其是这个疫情过需要人介做呀。我嘛是要救人啊，所以台湾走来关会。屏东县政府透过结合民间甲社会资源的方式，嘛希望会当带领更较侪人共同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世界充满温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水南有一间老人日照中心，特别设计一种人体大富翁的游戏，互一寡时代人生甲真欢喜，咱也做伙来看卖。看阿嬷在摇尻川，大家拢笑嗨嗨，因为这款人体好野人游戏，就是把18刀啊弹出去，看拄到什么关卡，人就爱行进前，也是退后。这是婚林水南一间日照中心设计的活动，唔但要互长辈同齐去头壳，嘛要互因叮当骹手，让长辈知道说，我丢了一个骰子，我可以走几步，然后让长辈有多一点的思考，还有多一点的活动。为着会当加做游戏内底好野人。阿嬷因拢真认真参加活动，想要拼头名。因也会替其他人加油，连边仔志工拢感受到因的活力和热情。虽然长辈他们拿拐杖走得很慢，但是他们都很享受这活动中的过程，笑得很开心。有叮当啦这有运气啦有奖品奖欢喜啦。人讲老人囡仔性，老大人算这款囡仔上喜意的好野人游戏，同款算甲欢喜甲。有的老大人可能较无介意运动，不过人体好野人游戏会使拿佚佗拿运动，佮通用奖品写时代来参加，嘛替因的生活加添袂少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清朝时代顺带技术李其清来到德山这个所在，捐200两银，开一条水圳，号做龙运圳，因落水溪水入到社寮四庄，或者农民种作使用。这条圳沟的上尾一节也搁流入来，纪念开水路一点温情。开手电啊，烧水路，行伫咧隧道内底的人，就拢甲身躯压好架架。这是南投县德山镇的县定古迹龙运圳。唔好看这个水圳无目的，对泵坑口第1号隧道招好3年这个字，就通知影伊是日治时期的产物。这个水圳对永过靠田园食青的德山人来讲，意义重大。当初呢，因为咱社了这个所在就是无水塘灌溉，四大地主同齐出来集资，甲咱这个橡皮山，就是咱这边所谓迄个龙兴坡，甲这个所在呢穿山而过来往这个泵坑，甲咱落水溪的水出过来灌溉咱社了4里遮农庄400多家遮的田园安尼。乾隆59年，西元1764年，领导客家人顺带御史李其清伫咧巡视德山的时阵，因为看到当地农民无水因残，生活特别袂得过，就捐钱请人来开水圳，因落水溪的水去社寮、溪洲仔甲后埔遮的庄头。但这个隧道计共831公尺长，不过因为年久失修，即马只剩无到200公尺。伫民国80几年，咱遮伫要做这个
个机器人演的时吼，就讲要甲对这条龙纹圳的磅空吼，要甲拆掉，是甲剩171公尺左右啊。保留的中间吼，阮透过文教基金会抗争超过半年了，才保留起来。福州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讲，保留龙纹圳，毋那是纪念顺代御史李基清作战开水圳的恩德，也让后代会使了解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就爱拜蚕头，这个饮水思源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台湾四面环海，伫咧水下骹到底藏偌济文化资产呢？文资局也国家海洋研究中心合作，建立水下面文物的监测、环境生态研究，会互水下骹的文化资产会当完整保留。伫咧澎湖群岛东南方海峡所发现的山顶关号，船身已经断做3过，顶悬阁生真侪罕有生物。创作人员伫咧水底进行定准物的漂定甲学，有的必须出水保存，有的敢若会当现地保留。因为台湾4科位的海峡水流真强，而且地貌变化真紧，必须进一步用大网或者是囤沙包进行文资保存。台湾都自2006年开始进行水下文资调查，到今已经发现具体目标物90位，已经列册文资保存的6位拢是沉船，有清代、日本甲英国的船舰，建设伫清代中期19世纪甲日前，台湾甲世界历史文化卡野。建立在就是说对它整个环境的变化对它产生的影响，然后尽量避免它再继续恶化。文化部文资局指出，水下文资以现地保存为主。2015年开始的水下文资保存法是要解决非法人士伫咧台湾海峡偷摕水下文化资产，透过文物位地的标定，卖当避免意外去用破坏。即马结合国家海洋研究院的技术，进行环境监测，还有沉船环境的生态研究。它就永久的被保护在那个覆盖的下面啊，然后也透过监测。也透过巡管的方式来就地保护，我们现在目前是这样。近80公尺，只要靠近岸的话，大概还是40-50公尺、50-60公尺，就是在海底做标示或者在海面做标示，让大家不要靠近。台湾的水下文资调查以近海为主，避免卡到较敏感的区域，希望会当透过文资调查位地的标定，伫咧渔业行为或者是离岸风电的设置，都会当避免破坏。嘛希望未来海底环境变迁，勿被造成无法度出水的文物损害，上无会当留下珍贵的文献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七股有丰富的水产，而且七股的气温拢是靠着天然的大楼甲苦楼，唔免抽地下水。不过也是当着人口老化问题，正有一寡少年人登到故乡打拼。今暗时10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帮，做伙来看这阵少年家的青春美梦。七股有七宝，沙漠啊、粉苗、蚵仔甲石斑等等。纯海水的生态养殖，无需要伤食电、伤用药啊，就当饲出高品质的水产。高分析乡从2017年来到七股，因透过食鱼教育，互大家了解七股的水产是安怎对稳啊到饭的。我是较靠近生产者，我就要去想的是说，食农跟食渔可以怎么回馈到真的农渔民身上，而且我也希望说，你只有来到这边才知道，我才会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它要让它是值得的。虽然是对环境友善的养殖方式，七股水产伫市场所无虾米上大的分别。高分析乡甲七股的少年家，希望会当甲七股水产释放出去，像黄碧云大学出业，就留在厝的斗做温啊。迄个孙想讲，其实做阮咱这所在老岁仔人的年岁愈来愈侪，啊，足少少年倒来咧做，啊，所以工人其实嘛愈来愈缺，所以讲就是要有一寡人倒来斗3工。我想讲厝里若是加一个人，嘛免请遐侪工人安尼。有养殖的专家甲了解食鱼教育的人阁无够，嘛需要有专属的人才库，所以甲三股社区做伙办人才培训课，希望培养愈侪通为七股讲故事的人。其实上头先我咧做即个旅游体验的行程的时阵，社区的人是感觉都唔知咧创啥。透过遮来耍的人，是讲因愿意来遮，表示讲阮遮其实是是好耍的所在。还是讲，伊是有价值的所在。高分析乡第七股，因为食鱼教育熟悉真侪在地渔民甲友志，希望在地人对家己有愈来愈侪的认同，嘛期待这一片一片请用代代人大汉的温啊，会当愈来愈受到重视。
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南市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厄瓜多看热季的野风，也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作金纸，罗马字写作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若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的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德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仔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气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杀家己，家己人互相相达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还是12碗。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毋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若摕来拜拜对神明不敬，就较无适合。有一句俗语讲：先顾北斗，才顾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例金纸、银纸、
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伫北界拜天公，家己抬家己，先顾北斗，才顾佛祖。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